有身孕，他可知道此事？知道又能怎麼樣啊？這宮牆高大，他們倆想要見一面，只怕也是不容易。可那黃仙前來咸陽尋芈月，怎肯罷休？可不是啊，幸虧有這宮牆隔着，要不然他們2个人干柴烈火的。哎呀，奴婢多嘴了，此事干系重大，夫人还是不要打听的好。对，姑姑说的对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公子感觉可好些了？在下言語失德，舉止無狀，讓雍公子見笑了。公子在我雍府暫且栖身，如遇有難處，可直言相告。我黃倩感念雍公子知遇之恩，只是我生性喜歡漂泊，遇事放任為俗，難以在一地久居。過幾日，我便打算離開咸陽，回楚國了。公子有經緯天下之術，乃蓋世英才。若公子執意要走，盤纏自有雍瑞籌措。但雍瑞真心挽留公子，在秦國入朝出仕，收穫於君王之家，也不枉費你才華一片呢。子倩領會公子一番好意，只是我的本性不堪出仕，去意已決。你打一出世，就倚靠少司命垂簾庇護。大王特意在宮中修了少司命神祠，以後初一15的吉日，我們都可以來祭祀了。本來想約姐姐一同去的，可姐姐說樊長史久病不癒，她要去探望一下樊長史。芈八子恕罪，奴婢有要事相告。你是何人？为何如此慌張？奴婢也是豁出了性命，若不是事關公子歇，奴婢怎敢這般魯莽？無論子歇如何，他已經不在人世了。八子錯了，公子歇他沒死，就在咸陽。不，你在胡說！我親眼見到子歇，他掉落懸崖，我還去他葬身之處尋找，可有見到他屍身。如今他寄人籬下，改名換姓，只是苦於無法聯絡到八子。你是何人？怎知不是誑女？我也是楚國人，在楚宮中伺候太子恆。南薰殿曾經失道，幸虧公子歇出面為我洗清了嫌疑。王后出嫁時，我被指派為促使奴婢陪嫁到秦宮。公子歇曾對我有大恩，奴婢願以命相賠。誰人能證明你說的是實話？姑姑可以去盤詢女醫治。公子歇在世的事，她早已知曉。公子歇還曾經托他帶書信給八子。這裡不是說話之地，過幾日我找機會再與八子聯絡。月兒，月兒，他說子歇還活着，此人來歷不明，我們不能輕信。可他明明說子歇還活着。怎麼會這麼巧啊？在這兒遇上妹妹了。方才我去看了唐夫人和樊長史，那唐夫人也就罷了，樊長史不僅自己身子弱，孩子也多病。公子通比當兒要大半歲有餘，可那身量比當兒還小一個頭，看着都可憐。妹妹怎麼了？看你臉色不好，莫不是病了吧？也許是受了風吧。有身孕的人最怕受風了，怎麼這麼不小心呢？我不舒服，想先回去了。
不妨快回去歇息吧。我今日一早看见他还好好的，怎么说病就病了？